1995年，成都深夜嘅河邊，學生親眼見到警察因為佢哋驚慌咁撤退。考古隊挖出3具清朝嘅古屍，當晚離奇消失。而所雲鎮下嘅真相，連法師都恐懼。官方講話只係狂犬病，但係火焰嘅噴射器，燒不盡嘅謎團。3個版本，你相信係邊一個？大家好，我係阿靚，歡迎再次收睇《懶懶王恐怖靚線》。喺1995年發生嘅呢件事，大部分學校都要求學生放學之後第一時間要返屋企，而家長亦都必須要嚟接子女嘅放學，去洗手間都要有老師嘅陪伴。呢件事有幾個版本，而最多人知道嘅係以下3個版本。而家我哋就嚟先講講第一個喺坊間流傳嘅版本。話說有一日，成都嘅考古隊喺成都嘅武侯祠附近挖出咗3具清朝嘅屍體，但當日夜晚就不翼而飛，突然之間就消失咗。過咗幾日之後，成都突然出現咗5具嘅僵屍，當時就包括咗之前嗰3具嘅清朝嘅屍體。佢哋都有好鋒利嘅牙齒，見到人就咬。俾佢哋咬到嘅人，有啲就會當場死亡，但係有啲就會好似嗰3具嘅清朝屍體一樣，經過一番痛苦之後，就會變成咗僵屍。當時聲稱自己係目擊者嘅人好多。其中有人聲稱1995年佢啱啱上初中嘅時候，由於對呢個僵屍嘅感覺好好奇，因此有一晚佢就同啲朋友專登去到別人口中所講嘅僵屍嘅位置北門大橋嗰邊去揾啲僵屍去睇下。本來佢哋都只係覺得係笑話嚟嘅啫，但係當佢哋去到12點左右嘅時候，佢哋真係聽到個河堤上面傳出一啲動靜，但係由於當時比較黑同埋有樹木嘅遮蓋，佢哋乜嘢都見唔到。不過嗰個動靜嘅聲音就越嚟越近，而且越聽就越似係一啲好喘嘅喘氣聲。於是其中一個比較大膽嘅朋友就提議大家一齊去睇清楚。但係有幾個朋友因為驚，所以就拒絕去睇。就喺佢哋爭論嘅期間，突然有幾個警察出現，問佢哋點解喺呢度。之後就好強調咁講話呢度唔安全，要佢哋即刻返屋企。當下比較大膽嘅朋友，當時仲係唔死心，就同警察講話佢哋啱啱見到某個位置有一啲好奇怪嘅動靜同埋聲音，覺得可能係僵屍。出乎意料嘅係，警察當其時居然冇評論佢哋亂咁講嘢，反而個神情仲變得有啲驚慌，立即就望向佢哋所講有動靜嘅方向。就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青面獠牙、張牙舞爪嘅怪物喺草叢嗰度跳咗出嚟，嚇到佢哋即刻四散，一直跑，跑到好遠之後，就見到有大量嘅警察同埋警車到場。之後到咗第二日，佢哋學校就取消咗晚間嘅自習，並且要求全部嘅同學都要盡快返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入邊。而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有消息傳出，話政府已經用火焰嘅噴射器將啲僵屍消滅咗。第二個版本係由官方講嘅版本啊，一如往常，官方講話呢件事係真係發生咗咬人嘅事件，但就唔係僵屍咯，而係有一戶姓林嘅人家，佢哋養咗一隻狗，但係不幸地去感染咗狂犬病，而發病之後，佢就將佢哋屋企入邊養嗰啲豬就咬死晒，而呢個男主人就覺得好可惜，於是就將俾狗咬死嗰隻豬就做咗一啲餸菜同屋企人一齊食。結果當晚全家就病發啦，渾身都發熱，皮膚發紅，見人就咬。而鄰居見到之後就帶佢哋去睇病，但係喺途中林家成家人突然之間病發，跟住就不斷咁樣咬
路上面嗰啲人，而呢啲被咬嗰啲人呢，返到屋企之後又開始發病喎，一時之間就出現咗人傳人蔓延嘅現象。而呢啲被咬嘅屍體就係咁樣得嚟噶啦。以科學角度嚟講啦，其實佢都算係合理嘅。但係有一啲民眾就對呢個版本依然都係有啲質疑，原因就係因為狂犬病係唔會即時病發㗎，同時呢個病係好怕風同埋好怕水。嗰個患者只要聽到有流水聲，或者只係諗到想飲水咋，都可能會引起嚴重嘅喉部肌肉嘅痙攣。而官方佢所指發現呢啲患病嘅人或者屍體嘅位置，好似有唔少都係喺河流嘅附近或者係戶外咯。如果病人病發，自己都覺得呼吸困難，甚至窒息，仲點會有力氣去咬人呢？到底點解會有僵屍？僵屍係自然形成，定係同中國古代嘅法術有關？坊間其實仲有多一個版本。話說喺1994年至到1995年期間，成都市嘅文物考古隊確實係真係喺府南河兩岸嘅進行咗大量嘅文物嘅勘探同埋發掘嘅工作，而呢啲工作都係為咗配合當其時嘅府南河改造工程。期間係發現咗唔少嘅唐朝同埋清朝嘅文物同埋古城嘅遺跡。喺更南方嘅位置，考古隊去發現咗一條長大約7至到8米嘅水道，而水道嘅兩邊都有一個嘅水井，而水道嘅中段仲有一個水井，佢係比較奇怪嘅。佢係一個方形嘅水井，但係佢4個角都雕刻住呢個太陽嘅神鳥。正常神鳥嘅頭係唔會朝內向外，而係會朝外嘅。咁青銅樹上邊嘅太陽神鳥點解會出現喺一口奇怪嘅石井上邊呢？考古隊當其時本來係想打開呢個井去睇下究竟下邊有啲乜嘢嘢，結果俾一個識得風水玄學嘅同行人士去阻止咗。我哋先以呢個張生嚟稱呼呢個人。據聞佢嘅家族一直都係有從事呢個風水玄學嘅工作，所以阿張生本身都係對氣功啊、法術啊、陣法啊都有一定嘅認識。但係更為重要嘅嘢係，佢知道更多常人唔知道嘅事。佢當時係考古隊嘅保安隊嘅隊長，佢遠睇就知道呢個井係有問題，因為喺平常人嘅眼中見到嘅只係一個普通嘅井，但對經常接觸玄學嘅人嚟講，一睇就知道係某一種嘅陣法。而呢個井上面嘅太陽神鳥個頭係朝內向外嘅圖，就係佢曾經見過某一派別嘅陣法圖。但係呢個陣法到底係啲乜？喺嗰一刻佢都唔知道，只係可以斷定呢個井絕對唔可以隨便咁開，否則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雖然張生佢根據呢個陣法圖大概都已經知道係邊一個派別嘅陣法，但係因為自己嘅實戰經驗係冇其他家族嘅人咁豐富，加上眼見施加呢個陣法嘅人嘅功力應該亦都唔係一般嘅普通法師，所以佢就揾咗佢家族法科方面比較強嘅人幫手。我哋先稱呼佢為法師先啦。法師佢本來係唔想去噶，但係喺張生嘅不斷哀求之下，睇在呢個情義份上，咁佢就幫下手睇下啦。到咗嗰個古井嘅位置，法師就認得係某個派別嘅鎖魂陣。由於工程需要趕進度，所以上頭佢需要呢個考古隊盡快去處理個問題，然後繼續去做呢個工程。經過阿張生同埋阿法師檢驗之後，就講雖然呢個鎖魂陣係會有一定嘅風險，但係呢個陣法都唔屬於係一個詛咒嘅陣法，只係一個普通嘅陣法。
經過佢哋商討之後，法師就會喺破壞陣法前喺附近施加咗一個保護陣法，以減低個風險。同時，佢哋都相信，即使個風險再大都好啦，個工程都係唔會理噶啦，都係會照打開同埋破壞個古井，所以最後結果都係只可以採取呢個外加保護嘅陣法。之後，考古工作人員就繼續開始打開呢個井口，進行呢個挖掘嘅工作。喺挖掘到大概10米左右啦，佢哋就見到有3個平平無奇嘅木箱嘅棺材。佢哋打開個箱體，入邊每一個箱都係有一具屍體嘅，但係個屍體居然係冇腐爛到嘅，同時間仲散發住一股好奇怪嘅氣味，但又唔係平時腐屍嘅氣味。呢3具嘅屍體當其時身上穿嘅唔係網絡上所講嘅清朝嘅服飾，而係民國時期嘅打扮，全部都係嗰啲全棉帆布啊，嗰啲工作服咁樣嘅。佢哋原本以為打開個木箱就會即刻氧化，但係當佢哋等咗一陣之後，衣服同埋個屍體居然都冇腐化嘅跡象。而喺呢段期間，突然之間就有人講咗一句：哇，喂，啲屍體都算保存得好好喎。法師聽到之後就即刻同佢講：你唔好再講啲咁嘅嘢啦，因為根據傳統係唔可以喺屍體面前亂咁講說話，更何況係喺陣法封鎖嘅屍體面前。就喺呢個時候，嗰3具嘅屍體就好似有一啲好微妙嘅改變咁樣。啲皮膚呢就好似喺度吸緊空氣中嘅水分，慢慢個樣呢睇落呢係越嚟越咁水樣嘅。而當其時，大部分考古嘅人員見到都紛紛發出一啲好低聲嘅尖叫，甚至有啲人就已經喺度逃跑緊，或者攞啲工具去防身。當時法師就慢慢走近嗰3具嘅屍體，就發現3具嘅屍體個樣呢係好似噶，基本上呢好容易會以為係同一個人。咁法師為咗安全起見，就再用一啲紅繩啊同埋符咒，就綁住嗰3具屍體，並且開始念一啲嘅咒語。喺念咒語嘅期間，法師突然就聽到有說話嘅聲音：快啲將我哋隔離啊！原來係剛才屍體嗰個魂魄。由於法師呢，佢係學法嘅人啦，所以自細佢就可以見到啲鬼魂啊同埋魂魄。法師喺嗰陣時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反而可以講其實佢預咗係會見到。當個法師見到個魂魄之後，就問：點解要隔離你哋啊？你哋有病啊？個鬼魂就講：佢哋唔係有病，而係佢哋有機會會自燃啊。原因係因為將佢哋3具屍體放喺古井嘅人，放咗一啲嘅化學物品喺佢哋身上，當觸碰到足夠嘅空氣嘅時候，就有機會會自燃咁燃燒。咁阿法師聽到之後就梗係順勢問埋個鬼魂，佢就問佢：點解你哋會喺度古井嘅？鬼魂就講話佢哋其實喺1960年嘅時候，當時佢妻子就啱啱有咗，佢為咗可以令到一家人之後嘅生活過得舒坦啲，所以佢就去咗外省嗰度打工。有一日，當佢放工返屋企嘅時候，突然之間就覺得有頭暈嘅感覺，之後眼睛一黑就暈咗過去。當佢再次醒返嘅時候，就發覺自己就綁咗喺一張手術椅上邊，渾身都係赤裸裸嘅，手臂啊、腿啊都有大大小小唔同嘅傷口，傷口上面亦都好似爬滿咗一種好油膩啊、好黏嗰啲蛇仔咁樣。而最奇怪嘅係，當其時佢咁嘅身世、咁嘅樣，佢居然唔覺得痛啊！但係當佢想大聲叫救命嘅時候，佢又唔能夠發出到任何聲音。而呢個時候，佢記得佢身邊有一個着住一個醫生袍嘅人，佢手入邊有一啲工具去剖開佢嘅胸口，之後佢再次覺得天旋地轉，好快就失去咗知覺。
當佢醒返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居然坐喺另外一張嘅手術椅上邊，而右邊嗰張凳居然見到嘅係自己鮮血淋漓嘅屍體。呢一下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嗰3具屍體睇落個樣係可以咁似，同埋有一陣好奇怪嘅氣味，因為呢一個可能有機會係當其時嘅複製人嘅實驗，而個氣味可能就係嚟自唔同嘅化學品。鬼魂之後再講，當其時佢哋係唔知道捉佢哋嘅人係做緊啲咩實驗㗎，只係知道呢個實驗嘅過程係相當咁痛苦，但係佢為咗有機會可以逃出去見佢老婆同埋啲仔女，所以就一直假裝去配合佢哋，等佢哋可以放鬆呢個警惕。而有一晚，趁佢哋可能有一啲新嘅突破啦，喺度好開心咁樣慶功飲酒嘅情況下，佢成功係試過逃過出嚟，而佢目的就係要返屋企，但係最後佢都唔能夠成功返到去，就俾人捉住咗。之後佢就再冇逃跑嘅機會，因為個實驗已經失敗咗。聽到呢度嘅時候，法師其實都明白咗呢件事嘅始末。實驗室嘅人就係為咗唔想俾人發現呢件事，所以就揾咗口古井將個實驗體埋葬，而當中可能係唔止複製人嘅事咁簡單嘅，因為可能仲涉及到一啲邪術嘅實驗，例如好似嗰啲回魂術啊，或者咒語術咁樣。如果唔係，佢係唔會區區為咗啲實驗失敗體呢，而用呢個鎖魂陣去封鎖啲屍體，令到大部分嘅人都唔會輕易咁靠近。因此，阿法師佢唔排除啲3具嘅屍體係真係會可能會自己燃燒，同埋仲有屍變嘅可能。最後，法師為咗大家嘅安全，唔好喺水道入邊呢就發生呢個爆炸啦，去傷及啲無辜，同埋避免有更加多嘅變數，同埋更加多人知道呢件事。法師同埋其他嘅考古人員咁商討咗之後，就決定喺當晚就將啲3具嘅屍體就送去人少啲嘅地方度進行呢個嘅火化。喺運送嘅途中，一切其實都算係順利，但到最後去到法師再次打開呢個棺材做法事嘅時候，剛才嘅鬼魂突然就要求法師俾佢返去屋企見佢屋企人最後一面，先願意離開。法師雖然明白鬼魂嘅心情，但係火化同埋法事係唔可以再拖㗎喇。如果再拖，就可能會有其他問題。所以法師當其時係拒絕咗鬼魂嘅要求。但係可能因為個鬼魂以前都俾人施加咗一啲嘅回魂術嗰啲，雖然最後係失敗啊，但亦都可能殘留咗某啲嘅法力。所以當法師拒絕咗鬼魂嘅要求之後，鬼魂係嘗試過自己返去個屍體入邊，走出去個棺材。但可能因為嗰個身體咧喺個棺材嘅時間真係太耐啦，即使佢可以成功令到個身體可以短暫咁喐動，都冇可能好似正常人咁靈活咁樣行動，就好似僵硬咗嗰啲身體啊，你只能夠用跳動去勉強咁樣移動。法師雖然都好同情嗰個鬼魂，但係人死始終都唔能夠復生啊嘛，亦都怕因為心軟放佢走，去釀成一個更大嘅災禍，所以最後佢都只能夠用法術將佢再次咁禁錮，再進行呢個火化。好啦，以上3個版本都係比較多人聽過同講過嘅內容，而你又會相信邊一個版本比較多呢？留言話我知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個頻道，就記得要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去支持我哋，記得要撳埋個鐘仔啊！好啦，下集再見，拜拜。